你係咪一直以為自己就淨係得一個我？其實未必。有冇試過半夜突然彈醒啊？心跳快到唔知點解，行緊街忽然間魂遊太虛，成個人飄飄浮浮。見到某個人無端端心驚肉跳，講唔出緣由，發完怪夢，醒出一身冷汗。你以為呢啲突如其來嘅身心不適，只係單純情緒波動？道學1500年前就講過一句好戳心又好實在嘅道理，呢啲唔係你個心亂，而係你身體入面10個住客喺度騷動。你以為自己淨係一個人，道書話你知，你體內住咗10個伙伴，三魂七魄，各有各職責，各有各脾氣，各做各嘢啊！你活一世，其實就同呢10位住客簽咗一份長期居住合約。今日唔講迷信，淨係講傳統國學文化，帶大家讀透一套流傳1500年，但極少人講得通透嘅生命體系——三魂七魄。點解古人將人拆分成三魂七魄星期？點解一定要係呢個數目？道教典籍《運級七林》寫得好清楚，人分2層維度，一層係屬於精神思想嘅部分，你嘅思維、情感、心神，統稱三魂；另一層係屬於肉體痛學、呼吸、睡眠、生理本能，統稱七魄。呢10位住客一齊配合先至構成完整嘅你先。講三魂，呢3個就係你人格嘅總指揮部。第一魂名叫胎光，係你出世一刻就點燃嘅生命本源，等同你仲活住呢件事本身。心跳由佢掌控，呼吸由佢維持，身體入面嗰股元氣都係佢。胎光仲在，人就生。胎光散盡，人就離世。佢係三魂根本負責撐住你最基礎嘅生命存在感。第二魂名叫爽靈管，智慧、思維、記憶。星期，你腦仔轉得快唔快，記性好唔好，瞬間諗通難題，全部靠佢。靈光一閃，諗到好計策，忽然開勒解，開心結，都係爽靈出力。人上年紀反應遲鈍，星期就係爽靈變得懶散。1500年前，道家就將聰明才智歸於呢一魂。佢唔單止係你嘅理智，仲係靈魂同天地萬物資訊交換嘅天線。第三魂名叫幽精，三魂入面最深、最隱蔽、最唔受你控制嘅一個，掌管情緒眾望，心入面講唔清嘅牽掛。點解會中意一個人？係佢。點解半夜無端掛住10年前遇過嘅某個人？呢都係佢。你以為自己放低睇開，唔再在意幽精，從來唔會忘記，好似永不關機嘅硬碟，儲存晒你人生所有細緻情感，刪咗嘅對話，刻意忘記嘅諾言，全部收埋深處。一旦聽到某首舊歌，見到某個相似背影，佢就會浮上嚟，令你措手不及。三魂夾埋，篤起你人格根基。仲有一樣好有意思，道學咧認為魂係會離開身體周圍遊走。你瞓覺嗰陣，三魂唔係留喺礦殼入面，係出去出差，遊離肉體之外，感知萬物。所以你每一個夢，其實都係其中一魂在外親身經歷嘅畫面。難怪有時會夢到從未去過嘅地方，聽過從未接觸嘅對話，其實就係你嘅魂帶翻天外資訊。講完三魂，再講默默撐住肉體嘅7位勞工七魄。如果三魂係坐鎮指揮嘅管家，七魄就係維持身體運作嘅搬運工同守衛，不單負責生理機能，星期仲督起生存底線嘅保護屏障。第一魄司伯狗，個名聽起身好古怪，其實係體內嘅守夜人。你瞓深度睡眠，周圍一有少少異樣動靜，佢即刻叫醒你。夜晚獨自行路，忽然間毛管直咧，心物理發毛，就係司伯狗發出警報，一世人默默幫你把關，從唔休息。第二魄伏矢掌管消化同新陳代謝，無論你日間幾多煩心事，腦仔亂晒，伏矢都會默默分解你食落肚嘅食物，轉化成維持生命嘅能量，穩定你好學技能。第三魄着陰管生殖同繁衍期，係人體最原始最旺盛生命力源頭之一。第四魄吞澤，聽個名就知喺身體入面特種部隊，等同現代講嘅免疫系統。
專門對抗入侵體內嘅病毒細菌。每次感冒發燒，其實就係吞襲同病菌激烈交戰，發炎痛楚都係呢場戰爭帶來嘅徵兆。第五拍非獨專責幫身體排毒。現代人日日面對環境污染、食品添加劑，非獨工作量遠超古人，不停喺肝腎之間過路雜質毒素，確保體內環境唔會崩潰。第六拍除話顧名思義負責排泄同體內淨化，唔單止排走身體廢物，仲會清理能量層免雜毒，令體內循環暢通，舊細胞有序代謝，新氣息源源不絕。第七拍臭肺，七拍入面最辛勞嘅勞工。古人視肺為氣之華，臭肺專責呼吸，由你出世第一聲喊開始，掌控每一次一呼一吸，大笑大哭，驚到窒住呼吸，全部靠佢配合情緒運作，係七拍之中同外界交換氣息最頻繁，由出世到離世從唔停歇。呢10位住客一齊共存。你身體內部時常上演一場複雜拉攏戰，你以為自己一個人猶豫糾結，唔係，係體內10個住客意見分歧，緊急投票爭執。所謂自我拉扯，精神分裂，只係10位住客各有訴求，意見唔夾。舉個例子，你想早啲休息，但手唔自覺想刷手機，胎光抗議身體過勞，邱精想深夜尋找情緒慰藉，爽靈又不停盤。算聽日工作安排，三魂嘈個不停。面對重大國家，理智明明知點做先對，但心入面始終納我唔開步，就係爽靈同邱精互相對抗。唔好怪自己反覆無常，搖擺不定。星期你只係被體內某一組住客嘅念頭框架，唔需要因為自己唔夠果斷而自我憎恨，只需要看清今日係邊幾位住客意見佔上風。呢個充滿不確定嘅年代，我哋活得太攰，好多時都將自我睇得太單一，自將負控學當成工具不斷投資，從來唔記得感謝一班默默撐住你嘅體內住客。道學呢套思維，星期唔單止係修身養性嘅學問，仲係一套頂級嘅內心管理心法。作為身體呢間屋嘅業主，你要學會調停10位住客之間嘅矛盾。胎光虛弱、元氣不足，就要多曬太陽，親近大自然，吸收原始生氣。爽靈思路混亂，就要暫停接收大量資訊，俾大腦靜落嚟。邱精情緒失控，唔好強行壓抑，揾安靜地方，任由情緒自然釋放。七拍過度勞損，就要好好善待肉體。規律飲食、緩長呼吸、充足睡眠，呢啲唔係奢侈享受，只係對一班守護你嘅住客最基本嘅酬勞。道學對於人離世一刻，亦都講出好溫柔嘅解讀。人走嗰陣，唔係靈魂飛上天，亦唔係魂魄煙消雲散，只係10位住客結束幾十年嘅居住合約，各自歸還本源。胎光歸天，爽靈歸心神，邱精歸地底陰氣，七拍散入泥土空氣流水之中，陪伴你一世。最下回歸天地萬物，呢種講法充滿詩意，亦令我哋明白，你活一世就係10個靈氣共同洞悉嘅空間，唔單止為自己活，亦都同呢10位伙伴共生共存。每一次心跳係胎光維持你生命溫度，每一次呼吸係臭肺為你延續生存時光。呢份對生命嘅敬畏，足夠令你面對任何困境都心安有底氣。星期你從來唔係孤單一人啊！背後一直有10位住客日復一日撐住你。滿載 KPI 同數據嘅現代社會，1500年前道學呢套理論，重新將人還原成靈氣本能情緒交育嘅流動個體。佢承認人性本就複雜，包容你偶爾軟弱失控。當你明白莫名心慌彷彿飄移，唔係你冇能，只係體內某個住客狀態波動，自我攻擊嘅焦慮即刻會減輕。唔好強迫自己做一個完美思維永遠統一嘅我，學懂善待體內10位住客。星期體濃偶爾嘅彷彿同失控，多謝佢哋從唔會令你鐵底進入黑暗。當你同體內10個伙伴建立連結，先會醒覺自己唔係獨自對抗世界，而係擁有一個巴大精密忠誠嘅生命共同體。所謂無端焦慮心驚魂不守舍，只係佢哋傳出嘅信號，
佢哋唔係你敵人，係你世間最忠實嘅戰友。孤獨長路從未離開你。呢份通透會帶俾你從未體驗過嘅內心平衡。身處人群莫名唔舒服，深夜無來由恐懼，唔好慌亂，試下內觀自省，感受係邊一位住客向你發出求救信號。呢種同內心對話嘅自省係俗世之中你同真正自我最深層最穩固嘅連結。往後無論身處何地，面對幾大難關，記住你從來唔係一個人，你本身就係一個完整強大由10位勤力住客組成嘅微型天地。守好呢個小宇宙，善待10位住客，就等於好好顧住自己餘生期。當呢種諗法變成習慣，你對外界所有事唔會再激烈對撞，反而學會從容相容。世界再喧鬧，都要記得照料一班陪你捱足一世嘅體內夥伴。由清晨第一重陽光到夜晚滿天繁星，10個魂魄永遠同你並肩。學懂安納調和感恩佢哋，人生質感會完全改變。呢份深層平靜對生命滿滿敬畏。就算身處紛爭，都揾到內心歸處，唔會再因為突發心悸而無端恐懼，唔會再因為情緒起伏而懷疑自己，因為你清楚知道邊個在動，邊個在思，邊個在牽掛。你終於成為10位住客真正嘅大家長，一個有智慧、溫柔、包容嘅掌舵人。呢先係真正修身嘅境界。胎光穩定，身體健壯，爽靈清明，頭腦通透，幽精順暢，情緒平和，7魄各司其職，肉體百病不侵。呢唔單止係道學傳落嘅養生指南，亦係通往安樂人生嘅鎖匙。唔好再任由內心不斷拉扯消耗。讀懂3魂7魄，調和體內系統，每日憑住10位住客同心協力，活出最真實生動嘅生命力。下次心跳忽然加速，試下問自己一句：而家係邊個心動？思緒雜亂，分不清方向就問：而家係邊個迷惘？無端掛住舊人舊事就問：而家係邊個執念懷舊？當你學懂咁自省，就等同體內住客對話。呢份內心溝通係塵世之中屬於你獨有嘅穩固依靠。漫漫人生路，唔再獨自跌跌撞撞前行，身邊永遠有10位忠實夥伴，一齊感受生命每一樣細微美好。前路幾遠，風浪幾大都唔緊要，記住呢套1500年前流傳落嚟嘅智慧，佢係你內心指南針。情緒風暴入面嘅定海神針，守好10位住客就守好你成世。感恩佢哋伴隨，珍惜佢哋默默付出，呢係身為生命主人你應有嘅責任同溫柔。第二日醒開眼，唔好即刻撳手機盤算各樣煩憂計劃，先慢慢深呼吸，感受氣流穿過喉嚟，落進肺腑。呢一刻在心入面同10位住客講聲：辛苦晒，多謝你哋陪我度過漫長又精彩嘅一日，我哋一齊好好過落去。呢句唔單止禮貌，亦係一份鄭重承諾。往後會學識好好愛自己，更通透咁走俾人間呢趟路。因為你終於明白，所謂自我從唔係孤獨孤鬥，而係10個靈氣一齊參與嘅盛大旅程，彼此成就，互相依靠。一齊撐起呢副礦殼，世間留下獨屬你嘅印記，呢就係生命真相。星期亦係你一世最值得用心經營嘅功課。